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喜乐业。大家出去老了的时节啦，看到芦笋后有长长的花，大家会觉得欢喜同埋欣赏。不过啊，大家有注意到过冇？芦笋后除了花之外，还有其他的枪草啊。条枪草，大家有想过讲它有乜嘅功能吗？有的可能讲可以洗身，有的可以拿来吃，拿来泡茶。唔管有冇咁嘅功能，嗰時候啊就有人專門去研究一條槍草喎。人哋喺屏東就有一位安尼嘅好朋友，佢特別係專門研究一條槍草，還甚至為到一條槍草啊創立咗品牌呢。做乜嘅佢會有安尼嘅想法呢？人哋今日特別都邀請一條好朋友嚟節目度會好好同大家分享哦。馬上就來分享人哋阿豪仔吧。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於內埔的卓以赫。哇，歡迎阿豪仔哦！阿豪仔頭頭有講到講啊，人哋一條好朋友，多數下唔係自家一個人去研究一條槍草，錯冇？是。做乜嘅自家本身去做乜嘅工作，我接觸到一個槍草一個部分呢？之前我是在工程界啦，我們做機電工程，那因為這個工程它的壓力很大。也因為南北跑，就是全省跑，所以導致我的身體狀況身體也出了一些狀況。那後來經過我媽媽跟我介紹，說有一個植物，它是一個非常功能性非常強的一個植物叫薑黃。那當時我對這個完全沒有概念。那後來我就因為我媽媽給了我一些，我就自己吃了，覺得這個東西就很奇怪啦，跟我們的薑不一樣，那因為我一直都在這個行業工作，沒有接觸到所謂的草本的這個部分，那我就去上網去查，去看了一些書籍，還有就是到了原產地去訪談一些那當地種的農民啊，在我們那個甲仙，旗山美濃那一帶在我們民國大概5、60年前，他們那裡是很大量的輸出。為什麼？因為它是染劑，那時候沒有人在吃薑黃，不知道它的功能，但是它是成為一個天然的色素，它就是染劑。那我也因此去在這個過程裡面去知道這個植物原來它有這麼多的功能。那後來因為家裡也有孩子身體出狀況，那就想說，既然這個東西這麼好用，它有太多的功能蓋過於西藥，那我們就不用西藥去保養它的身體。我就去一直在研發薑黃這個東西。後來我因為在高雄市有一個專案，然後就是宣傳高雄的那個宣傳大使，城市旅遊宣傳大使。那我透過這個協會，我認識了一些人。那時候我們有跟大專院校在合作，我們就到正修科大去幫他們上一系列的課程。那也跟他們學校裡的超微量研究中心也配合。那他們有檢驗，他們是國際認證，我的薑黃就透過他們去做土壤，去做那個薑黃素的一個改良，那最後呢，我的薑黃素含量是每一克裡面有0.95%，所以是非常高。那也因為這個薑黃這麼好，我的朋友當中他們就會口耳相傳嘛，我都會送大家吃的，然後口耳相傳，最後我的客戶越來越多，有人要跟我買。那要買的這個情形之下，我必須要用很安全的東西，我必須要有檢驗，要有無毒。那我就請我們那個超微量研究中心那邊，我就讓他做檢驗。但是在檢驗之後，我不是用我個人的名義，我就開了一家公司，讓它能夠合法的上市。這樣子給消費者也比較安全，讓他們更安心，而且我有投保。保險讓這個東西就成為一個產品了。你的話，其實你研究薑黃啊，都開始接觸槍草一個產業，都能創立一個品牌哦，一個時間一久啊，大概1年多。1年啊，你挺用心呢。除了這個頭先講的本身的工作之外，
做一个副业嘛吼，一个副业一年人如这个有创立一个品牌，还冇简单的事情呢。这中间是有一些贵人啊。那因为我跟几个朋友，我们在学校里面，不只是把厂商带到学校里，让这些就是教导这些孩子们，我们也跟那个政府单位，也就是中小企业处，我们做了一个计划，那是缩短城乡距离这个数位的计划。那因为这样，我在辅导他们的这个过程里，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也必须要这样子做，让他这个产品是要让它是合法化，这样我才能够很安心的带给消费者他们能够信任的一个品牌好一个产品。那1年多对我来讲其实是已经很久了，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当中已经有非常多的人要跟我购买，那我一直不是我都用分享的方式，我不愿意用销售的方式去卖给他们，因为我认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没有将这个品牌将这个东西让它合法化，所以我认为1年多就是实在是有一点久了。不过真是对于我们来讲啦，一般我们传统上头摆，谈到人家在讲抢错的时间啦，大部分人因为你们讲，这个阿妈啦、阿婆啦，今年不是为伫脑杯演的风十几类安尼，就是无像我们更加，一定会有一个想法讲，我们本地经过检验。有一个安全的想法，有可能慢人讲，乜个抢错过好，我们都去摘的，量迄一度也可能无一个标准，咁么他用的时间，大家都可能个人的体质啦，也系使用的方式无同样，就有无同样的反应。安尼的方式我感觉quite好呢，真是对于我们现代的社会来讲，我们消费者最重要乜个用的东西可以安心。可是也好等做一个方式，我感觉挺好啊。不过在创立一个品牌的时间啦，我哋讲应该无咁简单，怎么？这个本身又唔系做一个行业呗，创立你这样一个品牌的时间啦，这个感觉到最困难的部分系乜嘅啊？除了商品的研发之外，其实就是在研发的过程，那个淘汰率，那个淘汰的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例如说我们在做设计包装好了，那设计的包装，我曾经用了2个设计师。那第一个设计师，我们当然就因为是他的创意跟我，还有我的个人，还有我这个公司品牌我需要的是不同的方向。那后来第2个，为什么后来会有蜜酱这个？也是在学校，在正修科大，我们跟那个企管系合作里面的一个同学，我们当然在做教育的这个部分不只是把这些产品和这些厂商带到学校去，让他们去认识和让他们去做他们的学习的工具。在这当中，有几个他们创意有想法有创意，我就请他们设计草稿给我看，结果1次而已，我就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校，已经大概有1年2个学期了哈，应该是2个学期，我们就把这一届的学生，这当中挑了这几个出来之后，他们都知道我们要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学校做教育的这一个区块里面，我们有达到我们的效果。虽然不是学校那么多人，1000多人教过的学生那么多。其中里有1个或是2个，他们是知道我们要带给他们什么，所以他们也很积极，我就给他们机会。那设计的这个蜜酱的这个品牌，也花了很多的成本啊。那例如说盒子，例如说罐子，罐子是要环保局是要抽那个废弃物清洁费的，废弃物的那个税，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成本。再加上检验，还有这中间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时间和花的脑力，所以这你看，像我桌上摆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个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出来。但是当我第一个那个姜黄我研发出来之后，我就有一个 SOP 流程了。
我就知道它必须要具备哪些条件，我就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合法的商品。对，研发成本从设计的包装开始，完整同佢种出来，会不会这样可以就依序放来嘛？最困难的一个第一步，是冇？是。係啊，你嘅話其實頭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哦。條擺啊，我哋做一道搶錯嘅時節，可能都係講，有可能自家種，有可能係攞杯野生嘅自家去炒。像後者，自家一道產品嘅原料嚟講，係自家種嘛，也係有同農民朋友嚟做合作呢？這當然是有了哈。因為我們一個人沒辦法做那麼多事情，我們一定都是要大家一起來。那只有姜黃是跟台南的農民做契作，也就是說你這一區今年都是我收好，但是你要保證你的品質，你必須提供你的檢驗報告給我。好，再來就是像我現在主打的是月桃跟埔姜，那月桃跟埔姜我們就會去跟農民做收購，每一個農民。我們所接觸的小農，他們的量都不多，所以我是譬如說在我們的群組上面，或者是朋友當中，我會去搜尋我會去詢問說誰有我就收一定的量。那埔姜是以前呢，在我們的恆春和車城那邊，它是東港材嘛，它有非常大量的種植，但是這近幾年不知道為什麼就都沒有了。那這個我們就有自己種。哇，唐風嚟大部分而家搶錯行係嗰度有人喺種嗰種人同人合作嚟輸一條原料，錯冇？是。哇，觀眾朋友，原來搶錯啊已經冇像頭擺安尼呢。更加有嗰度冇用嘅方式嚟利用一條搶錯哦。見到精彩嘅故事，休息下，電影比賽，我哋馬上過來喲。前面談嘅後者分享，技巧講佢樣板接受搶錯一個產業，有樣板嘅想法，將佢做無共樣嘅變化應用，更加樣板變化應用，繼續嚟搶到後者咯。後者前面有講到對一個搶錯嘅想法係講，不但將係講像頭擺安尼嚟應用甚至用科技嘅方式，將佢用變做我哋現代嘅方式嘅產品嘛，那可以搶後者嚟同大家好好介紹講。以前的搶錯喺5年時代下有樣板的變化好冇？因為我可能帶來根本你按到冇共樣的東西呢，一項一項同大家紹介一下吧。好，我們都知道其實青草這些植物最好的保存方式就是曬乾，曬乾磨粉，那你看我們前面就是從這邊看過去，第一個就是最簡單的。是我們就是姜黃，它就是曬乾磨粉，完全沒有添加任何其他的不同的複方，我們就是只做一樣。曬乾磨粉之後，你的怎麼樣保存都可以，好，至少2年至3年。好，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所有的青草都是相同的處理方式嘛。那但是呢，曬乾磨粉之後怎麼辦呢？我們在農民的青草園它其實很會長啊。雖然它種的不多，可是它長得很快。那怎麼辦？採收之後，我們又吃不了那麼多啊，把它當成肥料，大家都除掉了。那有一次呢，我在我的前輩那邊，我去跟他只要了一樣東西，可是他給了我5大包，像那個飼料袋那麼大包。5大包呢？是，我就載回來，我心裡他很熱情，也很好心的說要送給我，因為他已經曬乾了放在他們的農舍那個架子上，他就一包一包弄下來。好，那我帶回去之後，我就對着那5包，我想了很久，怎麼辦呢？那5包我要可能吃到天荒地老吧。後來我就想，因為我們之前在做姜黃的時候，我自己有買了切片機，還有磨粉機，我就把它這些那個所有的植物呢，我把它攪碎一點，
可以就把它弄成像茶包那样子。现在的人，包括我们家人还有我自己，我们都出来都会带保温瓶嘛，你就拿了一包出去，泡到你怎么冲，泡到没有味道为止，至少你一天一定有喝到一次所谓的这个养生茶。那我在这些配方当中我自己就试了味道，好几种嘛，我自己要一直试。那也刚刚也就反映你刚刚所说的，在这个创业品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这也是成本嘛。好，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用蒲姜跟月桃做的不同的茶包。我有2种，今天为大家泡的是月桃。叫姜叶。叫姜叶，叫姜子。叫姜子，就是我们刚刚在这边看到的那个绿色的。也可以抢那叫姜子。那是还没有成熟，那它会慢慢橘色到红色到咖啡色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剥开。那个罐子里面那个一颗一颗最左边那个，就是它的籽，那旁边那个是它的壳。那通常都没有人在用，因为一般都是像我们月桃，是不是？我们比较大众化就是包粽子嘛。这叫姜叶包的种的最好吃呢，很香哈。那在原住民他们会拿梗，来做编织，好做编织。可是其他的部分呢，可能根的话，它是一味中药嘛那有人在收购。那它的籽跟花呢，很少人用啦。真是贵少难讲。那个白白的没有介绍到，就是它的花它是香味非常的特别。对。希望你过希望，希望你会讲其他个面头怪怪啦，唔系粗系怪怪。是啊，所以我们说的无用之用，谓之大用嘛。把这些植物拿来，可以做非常多不同的呈现的方式因为你就不会被这一句话说无用之用，因为被用去了，你就会被锁定在被框住在其中一样东西而已嘛。那我们往前面看到的是月茶，月桃的茶，它的茶包里面有好几种，有沙巴蛇草，有白鹤灵芝草，有姜黄，所以把这几种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味道是很搭的。它可以当成身体还好是它可以当茶包，也可以当成煮药膳。不要说药膳啦，就是煮料理煮汤啊，或是那个炒菜什么都可以，百搭。这个上的都可以来吃看下先。是，那你看我们有茶包了，这是最简单的。再来我们就研发月桃子饼干。饼的那底个头前迄个一开迄饼的嘛。是顺头嗰个迄胖胖那个是蒲姜。那我先介绍这个饼干好了。饼干是我们在前年亚洲地区的那个在地料理大赛，我们团队里面有2个原住民厨师，他是代表台湾出去参赛，在韩国比赛月桃子饼干得了银牌回来，就是我们这个饼干。用叫姜的籽，竟然可以做饼的，还得到个比赛银牌是哇，安尼其他个面头会用办啊？据说据我们厨师回来分享说，大家从他的桌子那边经过都会停留下来，因为他们说好香这是什么味道？是一个甜甜的、香香的，还有一点点稍微呛鼻的那个味道。可是每一个人闻的感觉都会不同。所以在当时，大概有我忘了有多少个国家，但是有200多个选手，我们就脱颖而出。而且在当时，我们的饼干形状是做成台湾，做成台湾的形状。真的非常大家可以去 Google 去搜寻一下。真是够有创意呢。是，那后面也研发出后面的那个卤包，是月桃，里面它的月桃籽也是用月桃籽跟月桃的壳，它们的量会比较多。然后因为你当然不只是要用一种植物来当这个料理包嘛一定是里面会有很多的复方，那可能有草果，有甘草，当然只是能讲到这些啊。你也去盘的地方都会卤包的材料。是。看来几多呢？可是，一般卤包来讲，你们看到的就是中药房买的这样白色的，一包一包。八角啦、八角啦，桂枝嗰种
一点点的中药在里边。当然因为里面的成分我们没有办法认识那么多，因为每一种它都味道都会不一样嘛。那你想到卤包，你可能会想到就是中和坊那买回来这样白色的那卤包一包一包，可是我在发现那个东西跟我的品牌，我们要做整体性，我就把它设计成用长条形的包装，再做成一张卡片。这个包装的这个麻袋还可以重复使用。推东西，你可以带笔呀、那个餐具啊、筷子啊、小那个什么都，或者眼镜啊都可以。那没有比较贵，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叫环保嘛，我们可以做重复使用。好，再来。我们先介绍月桃子的，再来介绍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也做成月桃子的胡椒盐。胡椒盐也可以做，用药给来做啊。是因为你看那月桃子，它的籽外面有一层膜，它那层膜也很香。那在我们在打碎的过程当中，那个膜会先脱落。那脱落我们就，而且它很细，它会变得很细，我们就过筛，那个就拿来跟胡椒盐巴当成调味料。做咧个提配的香料呢，因为它有蜜桃嘛吼。是。哇，哎呀，这种创意真是亏你们想得到啦哦，或者，哎呀，安尼真的，亲像马上来尝看下先吼，用亚种提配的叫用籽所做出来的胡椒盐吼，其实个风味都在很样板呢。除了看到头前个长长的迄卤包嘛吼，个一粒一粒的迄卵嘛。那个是茶叶蛋，用个卤包卤出来的卵，不是啊？没有，是用蒲姜。我们看到那个叶子，7个叶，那是蒲姜，直接就是它的生的枝条和叶子这样下去卤。它的风味很特别，很香，会很甘甜，会回甘。那我们茶包也有。好，再来就是我介绍一下我们比较进阶的商品啊，就是那个小胖胖，那是蒲姜面包，也是我们用蒲姜的汁，它的新鲜的汁去做成的，因为我们不加任何一滴水嘛，所以它的要加水的部分都是蒲姜的汁。你是下迄个全部都会蒲姜的米线呢吼？当然不会放很多啦，因为你要大众化口味嘛，因为每个人接受度不一样。好，那吃的我们也可以做成用的，蒲姜的沐浴盐，去角质啊，保养用的，清洁啊，它也可以当成除臭剂。蒲姜它其实它会吸湿除臭、除虫。它的功效唔会差呢，除了可以吃，还可以用来做像那个美容的方面。你也个一罐一罐的应该也系咯。一罐一罐的是我们更进阶的商品哈。那一罐透明的那个是月桃纯露。纯露很哪个呀？就是用月桃的花去做蒸馏，去萃取的纯露，它就叫纯露。好，它的蒸馏水，我们把它我来当成那个化妆水使用，因为它有收敛跟美白的效果。有唔会差呢，天然的个化妆水呢吼。是，好，那纯露呢，我们又可以做其他不同的那个商品嘛哈，加了乳霜，加了一些精油，我们做成护手霜，做成护肤霜，再来另外那种是我们最高级的。香氛精油，它里面有18种的青草，6种的精油去结合的。哇，亲像马上来吃看那些呢，以前的强臭吼，枪拿来吃，枪拿来煮茶啦这些，冇想到，人工人的创意有安尼冇同样的变化呢。观众朋友，冇想到以前阿婆级的本来人吃的看可能唔单样的强臭，还可以有按到冇同样又有创意的变化哦。不过除了安尼，其他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哦。休息一下，马上过来。
啊好在今年的三忙大标之下，抢手产业又会无穷的变化。啊，不过今年到底用样板的坚持呢？啊好在啊，我能好好的抢到几下咯。啊好在，行到更加做为按到无穷的事情按三忙。啊，你的品牌自个底杯啊，有某个坚持的理想吗？我的这个公司创立的时候，其实是慢慢循序渐进。那我们现在在这目前在进行的主轴。我们的核心价值有6项，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就是保育，再来是体验，再来是科技、行销和公益。我们是往这6个方向去走。那教育的部分呢，我们有跟我们那个6堆客庄里面的学校，比如说我们在五沟国小，在响潭国小，在嘉左国小，我们都有在做实农教育。再来竹田国中，我们是在他的学校，他的记忆班课程是由我带团队进去做教学。好，再来保育的部分，就环境保育的部分，我们在做无农作废弃物。好，那无农作废弃物就是我每一样东西，我的农作物没有垃圾，我们通通都可以使用。你看，就是包含我这些产品，然后再来就是体验的部分。那体验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种植这么多，跟我们客庄这么多的农民来做接触，因为我同时有在那个我们屏东县青草植物协会，我是会员，那他们都会开设一些青草课程，我们在我会去上课，然后就认识了这些在地的这些农民们。那他们呢种植的时候，通常都是自己用嘛，自己吃，偶尔会分享给，如果量多，或者是他这田里面种太多了，长太多了，他没有地方去的时候，又舍不得丢，就会分享给我们这些其他的同学们。那也要透过这样子的去学习的，我亲身的体验，我才能够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再来，也透过跟这个青草植物协会这边他给我的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就把在那边学到的这个知识呢，我就把它转换成像类似我们做成料理，它的功能有什么，味道有什么，条件是什么，我们把它做成料理，跟我们6堆客庄这边的餐厅，我们是发想，然后去产出原料，由他们去做研发研制。像这个面包啊、饼干啊、茶叶蛋啊、卤包，它都是。所以有机会可以到我们那边来，我们可以帮你们规划行程。在这个规划行程就是类似像行销的部分了。这个行销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做一整天的行程，带你们到客庄去做旅游，然后再到我们的餐厅去吃我们在地我们客制化的特色料理。那当然了，要做成这么多的商品这么多的产品出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辅助嘛。那关于科技的部分，我们在做田间管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人机，无人机去做喷洒，那在教学，在做成产品的部分，我们就用比较精密的，例如说那个蒸馏机啊，那油水分离器之类的，我们做成比较高端的这些商品。那再来，我们就要延伸，在这些都建构，这个架构都建构起来之后，我们就要延伸来做公益，带学校的孩子们去做竞合。竞合的动作，我们曾经有带他们去那个五沟水、开平溪，在我们称之为竞合，就是帮忙捡拾垃圾，但是同时我们在做教育。为什么？这一路上所有的水生植物、陆生植物，我们都可以做一一介绍，然后让他们知道水资源、陆地的资源是什么，还有鸟类，水里的那个动物们都可以一并做介绍。所以我们而且让他们亲自去做，那也就是从教育到保育到体验的这个部分。
安尼谈好咧，然后这这家公司有个品牌对人哋客种来讲，系对客种放来的嘛吼，对你不会放来，嗰种人哋原料材料，系对人哋客种嘅农民开始同人哋合作哦，有数部分咧，有部分系数人哋农民咧原料放来做，又研发成功一条产品之后，又推广到人哋咧传统地方去，又有用到一条材料。甚至于讲，还特别经营一个神农教育嘅部分，同社区合作啦，也系同学校嘅合作。本大家有一个理念讲，人哋咧抢做，甚至于讲其他嘅部分，有样板嘅可能性，要注重样板嘅安全，本身人哋可以啲，甚至于讲，头当很少嘅讲可以去旅游，也可以抢人规划个，人唔系睇做一个品牌，睇做抢做嘅嘛，样板同个旅游有关系嘅喏。你知道我们其实像我们出去都不可能说为了我要去吃一样东西就到那里然后就回家嘛，不可能。我们当然到处去走走，如果可以同时带动当地的，比如说我们在六堆客庄，不管是哪一个村庄，他们有他们的特色，有文化嘛，有他们的历史，那我们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行程，让他们不只是经过型。不是吃完就拍拍屁股走人到下一个景点去，而是停留在那里，成为停留型。在那里，我们可以培训导览人员。举例来讲，我们在五沟水，它就有很保留很完整的伙房。有嘉平溪，反正是伏流水嘛，可以做漂漂河活动。那我们当地还有跟当地的餐厅做合作，让他们去这一整天下来，中间有东西可以吃，有在地的料理可以吃，而且是很特别的。除了安尼之外我还注意到讲，我在做功课的时间发现到一件事情呢，或者这家的一个品牌地位有个广告的文宣品嘅条嘅，甚至将一个客家文化系融入喺地位呢，很用办去做一个创作合作嘅呀。这个就很好玩了这就是所谓的要跟在地结合我们不只是要拿它的商品来做行销，而且你必须跟这在地的这些文化人文化的这个要有所关联。像我们满满茶还有我们的沐浴盐我们 DM 里面都有我们客庄的一位老师他写的童谣他写的诗词很好玩像我们满满茶好了茶万峦是什么它的旧名叫满满嘛我就把它取成满满。那去万峦都是吃什么猪脚猪脚之后喝杯茶解解腻多好，当成伴手礼带回来。那你要怎么去再认识这个当地的他的所谓的艺术文化的部分呢？就是透过这些文化人我们的老师写的一首词叫汉原版汉原版应该有谈过，係咪人哋沈太国蔡大哥手下呢？是啊，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啦，然后我很多的发想都是从他们那边来当时也是他给我的这些青草让我这样延续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产品。那在我的 DM 里面就有他的汉原版咸汤圆跟茶是非常搭配的那也同时让大家认识说原来客语童谣客家童谣这么好玩这么有趣写得这么的我觉得很可爱啦好，然后在沐浴盐我是用浦江的沐浴盐那个浦江的汁捣碎之后那个汁液跟海盐一起去晒那讲到这个海盐沐浴盐通常都是大部分都是讲女生就是爱自己嘛然后回家泡个澡去个饺子之类，我就把他写的那一首女人的智慧放在我的 DM 里面，跟我的 DM 我们设计的非常女性化那也同时在他那个智慧的那一首诗里面我们就主题在那个沐浴盐主题就在女生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好好爱自己对，让自己变漂亮变自信变自信之后我们再回馈刚刚讲的这个公益的部分，我们要回馈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
去回馈给我们的家人。好，因为你爱了自己，你就同时可以去爱人了。安尼谈好了，唔但将对于一开始的颜料、学装，甚至于讲到行销的部分，连一个发想啊、创意，也对咱的客家一个文化地位有所结合开始的呢。嗰种连回馈的部分，也系同咱的菜体的各种消耗，也系讲杀去强下来做，错冇？是啊。安尼这方案呢，真是许多人唔单将慢慢啦，女仆也有，还有奈可以接触到像唔人那个品牌地位的强错啦，也都。可以竹田。竹田也有啊。嘿，竹田也有，因为我们青草植物协会开设很多的青草班，我们老师他教了很多的课，我都在竹田。他竹田有开一班，所以每个礼拜三晚上可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我是从那里去得到这些知识，然后再从我们前辈的他的这些创意当中去做发想，再结合我自己本身所拥有的条件，我就把它这样子去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产业。当然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力量而已。我在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我想要创立一个叫做资讯资源整合创客团队。我这团队里面，目前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他们一个领域。那这一个点，我们就把它串成线。串成线之后，线与线之间我们就可以连成网。这个网络是从我的最初的这个农业这个发想而来。那我们常常在讲，那个青年返乡不容易嘛，而且对于做农这件事情吸引不到他们，真是冇简单。嗰时有5年的品牌做一个系统，后半时间有可能影响到人的后生的过来，都可以借由一个方式，可能过来耕田啊，接受一条长草的产业，有更大的吸引力，不可能可以回到路卡来听受人的合作，是吗？是啊。安尼观众朋友，哇，今晡日啊，我哋阿豪在分享一定的精彩呢。你看，冇想到我哋客总罗祖贤的智慧你看强错三秒，喺阿豪在今年3忙努力之下，有了无穷的变化，甚至于讲可以听受到我哋客总的文化传承啊，也系讲社区的发展哦。哇，再一次感谢阿豪仔，你看你哋今晡日带来安精彩、安好的产品，本来想讲，夹好。下班之后可以去体验一下呢。再一次感谢阿豪仔今晡日带来安精彩故事多谢。谢谢主持人。那也希望呢，透过我今天的分享，跟我同样有这样的理念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头下大家打来了。好大家有闲来了，安尼更加田顿先生来运动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